主耶稣基督讲，伊就是活命的粮食。到耶稣这来的人，心灵的确袂夭糕；相信耶稣的人，心灵永远袂脆焦。请收听活命的粮食。今日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你收听活命粮食这单元。今日活命粮食这单元呢，要搁继续甲咱来谈论当地福音的好处。因为我朋友打电话来问喜信啊，讲因咧问讲什么叫做福音？什么所在才有真正的福音？阮要安怎才当得到福音？其实福音就是好消息，所以咱也常常称福音叫做佳音，或者是喜信。就是讲可以互人欢喜的信息。世界上所讲福音，大概是指着卖俗货啦，或者是介绍比较较好，还是较有效的药品啦。城里人呢，常常将这甲称作福音。但是这种福音对某一寡人来讲并不是福音呢，因为因并无需要一寡俗货或者是药品。阮所讲福音呢，不是这种福音，是耶稣基督福音。什么是耶稣基督福音呢？伫这个新约圣经中间马可第1章第10内面就记着讲神的囝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，意思就讲神的囝耶稣基督福音是安尼开始的。对当咱也知影，咱若是要谈福音是主耶稣的福音，就是伊要传互咱的福音。假使无耶稣咱就无这个福音啊。咱要得到这个福音呢，只要咱会当来信耶稣教会来相信耶稣来接受伊救恩，咱就可以得到这个福音。得到这福音有真侪好处。换一句话讲，信耶稣的人就当得到真侪好处。信耶稣的人到底有甚好处呢？伫新约圣经使徒行传26章18节内面记着讲，主耶稣基督伊启示着伊的使徒保罗讲，我找你到因遐去，是要互因的目睭擘开，对黑暗中归向光明，对撒旦的权下来归向神。又因着信我得望下罪，甲一切正诚的人当得到基业。现在喜信呢，搁再根据着一段圣经，甲咱做伙来谈论着信耶稣可以得到宝贵的好处，就是这个福音的好处。对于这段圣经，咱就知影福音的好处，头前就是目睭得开，第二项就是对黑暗中来归向光明，第三是对撒旦的权下、对魔鬼权下来归向着真神，第四项是咱会当因着信耶稣得望着下罪，第五项是将来呢会当得到天国基业。这段圣经足清楚甲咱讲，信耶稣有真侪好处，因为安尼咱也接着安尼来说明着信耶稣基督这个福音的好处，也希望咱听众朋友呢有机会听到这个福音，勇敢去到各所在进来找教会，甲阮做伙来谈得到福音的好处。在节目当中，咱已经分享到第一项，咱信耶稣目睭会当得到开，这就是讲信耶稣会当互咱的目睭明亮，心眼的目睭明亮。咱以前无认捌到耶稣，也就讲信耶稣无啥物好处，因为咱无明白福音的真理。现在咱听了已经明白咯，咱会当真真正正来认捌耶稣基督，伫心灵内底呢去体会到信耶稣的好处啦。第二项就是讲，咱信耶稣会当对黑暗中归向光明。咱一般人常常真容易犯的是调导引啊，伫真耶稣教会内面，有真侪人信耶稣妄自讨棒，因都无知犯了这种歹习惯的合制，失去这个真理的自由。这就因为信耶稣了会当对黑暗中来归向光明，这就是福音的好处啦。咱甲主毋是主耶稣基督来讨帮咱来帮助咱来讲要改教嘛足困难。喜信的今日要继续来讲到第三点是，拄咱读过这使徒行传26章18节，对撒旦的权下来归向着真神。这个撒旦呢是啥物？就是魔鬼啦，就是魔神啊。换一句话讲，主耶稣呢要将咱这愿意信耶稣的人对魔鬼的权下甲救出来，互咱会当归向着神，就是归回神的怀抱内面。魔鬼常常互人无自由，互人惊，互人无平安。这真神就是要借着主耶稣救恩呢，要救咱呢来脱离魔鬼魔神的权下，互咱归向着神，互咱有光明。
要想使咱会当得到自由甲平安。咱假使若接受了主耶稣福音呢，就是来信耶稣呢，咱就会当离开魔鬼的权下，会当进到真神的国度内面。对将来无自由的生活，到有真自由的生活；将来无平安的生活呢，会当进到迄个有平安的生活，会当对互魔鬼克制的生活当中呢，来接受主的透放。咱假使若无来信耶稣呢，确实有真侪无自由的代志，也有真侪互人惊吓的事，又搁有真侪无平安的代志，互咱伫生活当中真痛苦。主耶稣呢，就是要透放咱，互咱无得甲受着魔鬼的苦害。这就是福音的好处啦。伫咱教会内面有真侪这种的见证，咱伫节目当中也听真侪啊。伫这北部有一位姊妹，伊是国小的老师，伊日时伫学校伫咧教学生，伊定来甲学生讲啦，讲咱勇敢哦，免惊哦。其实呢，伊家己是上无勇敢的，还是上惊的。伊惊啥物呢？伊惊黑的。伊若是黑色的物件，伊拢惊。伊不但是惊黑色，伊阁是惊黑，伊也惊孤单。当伊是一个人，伊无人做伙时阵呢，伊就一直惊。虽然伊伫学校内面咧勉励这学生勇敢哦，唔好惊哦，但是伊转到厝内面，暗时伊一个人就唔敢困，困的时阵也唔敢将电话关掉。困的时阵因为惊吓，所以伊就将这棉被盖到头壳顶，就要袂通喘气安尼。若热天呢，只好呢盖棉被吹电风。为什么伊要安尼做呢？只因为伊真惊吓。当伊家己一个人困啊，或者是一个人坐伫椅仔顶，伊总感觉讲，边啊敢若真有一个人，所以互伊是愈来愈惊吓。伊是一个查某囡仔，伊安尼一直惊吓落去，伊厝内面知影，也无办法来帮助伊啦。感谢主呢，接着咱教会内面有一位团队来介绍，就来咱本会来听道理来祈祷，后来得到圣灵。对当呢，伊就无再惊吓咯，伊也无再惊黑色，无再惊黑暗，也毋惊孤单。这是因为伊来信耶稣来接受这个福音，主耶稣来透放了伊咯，伊就无再惊吓咯。这就是自由，这就是平安。对当咱就知影讲，咱信耶稣确实也真好呢，是真自由的。以后就无互咱惊吓的代志咯。伫这约翰一书第5章19节内面就记得讲，咱知影讲，咱是属神的，全世界拢拍伫恶者的手下。这恶者就指着魔鬼啦，这全世界是指着全人类。这一句话意思讲，无信耶稣的人，无属伫神的这个全世界的人呢，拢伫魔鬼的手下，被魔鬼控制，受魔鬼欺负。咱较拄来信耶稣呢，主要说特别做咱的瓦靠。伊要互咱无所惊吓，要互咱心灵会当得到平安，互咱会当得到平安甲真正的自由，拢免开半仙钱呢。伫台南有一位黄姊妹，伊还阁是学生高三时阵呢，伊当这时也未信主，伊每一工拢听到家己的耳旁边有人甲伊叫讲灵辉哦，灵辉哦，有当时用国语甲伊叫，有当时用台语，一直叫一直叫，有当时是查甫人的声，一时又是查某人的声。无代志，只是一直甲叫到最后伊听到这个声就感觉起价无回呢。有当时这个声过悠长，这真正是互人感觉真惊吓，而且伫半暝时甲叫，所以伊精神会当我是袂当维持落去只好呢就办休学。这个时阵呢，伊有一个同学在本会信者，知影讲有这个受魔鬼欺负，就介绍伊来到台南教会来慕道。当伊第一遍来到咱教会听道理了，祈祷煞，主要说就透放伊咯。魔鬼呢就无再用迄个怪声来互伊惊吓。无偌久呢，伊会当转到学校去上课，后来伊受洗受圣灵，得到平安。伫咱教会这种见证会当讲是足济呢。对这见证，咱也通知影，得到福音了后，咱就会当对魔鬼的权下来被透放，会当归向着真神，互咱会当无再受到魔鬼欺负，互咱无所惊吓，有平安，有自由。有一位廖兄弟伊的太太离世了后，伊就甲伊办丧礼摆葬。无偌久了后，这清明节伊嘛去到太太的墓地扫墓。当伊倒转了后呢，有一位地理师就来到廖太太的墓前，看了廖太太的墓。地理师就对边一位无信耶稣人讲：这门的这个墓呢是反冲的。迄位还阁无信主的人对这地理师讲：因厝内面是信耶稣的。结果迄地理师听到讲这信耶稣，伊就讲，假使是安尼，伊就袂反冲啦。迄人听到感觉真奇怪，
同款是一座墓，因是信耶稣就袂翻冲，无信耶稣人就会翻冲。伊心内咧想讲，敢讲信耶稣敢遮好呢？伊无对迄个地理师讲信耶稣是安那，为虾米袂翻冲？伊只是回答迄个地理师讲，因是信耶稣，地理师就讲安那安尼无关系。意思讲，信耶稣的人可以随意埋葬，要向叨一个所在、叨一个方向埋葬，也拢无关系。但是无信耶稣人就无共款咯，但因就感觉讲袂当随意埋葬咯，方向若无对就会翻冲咯。对咱就知影讲，伫魔鬼的权下的人就是真啊无自由啦。现在阮已经信了耶稣，主耶稣就已经投放了阮，所以阮就得到了真自由。所以无信耶稣的人呢，就无这种的自由，定定就会翻冲着。现在呢是中和教会，真耶稣教会呢有一位姊妹叫做林教会姊妹，伊信耶稣了呢，第一遍拄着农历7月15，已经信耶稣啊，所以伊要再准备行礼来拜拜。迄一天，伊伫门口伫咧洗衫，突然之间看到大鬼小鬼对门前来经过，因为伊信主以前定定去互魔鬼来苦害。伊也定定看到各种奇奇怪怪的鬼，所以伊看到这个鬼，伊也无惊遐。迄大鬼小鬼经过着伊厝的门口的时阵，迄个鬼就甲另外这鬼讲话啦。有人咧问讲，你今日要到叨一家去食呢？有一个鬼就讲，咱去到迄个隔壁迄家食啦，因为咱已经伫迄一家食习惯啦。迄群鬼就来到林作辉的门口，就动起来。有一个鬼就讲奇怪。这家人安那无准备物件互咱食呢？中间有一个鬼就讲人已经去信耶稣啦。另外一个鬼就讲敢讲信耶稣就免准备，咱过来看卖。迄个鬼就讲，你去，我毋敢去。林教会听着这个鬼伫咧对话，伊感觉真欢喜，因为信了耶稣了，连鬼都毋敢来。假使无信耶稣，魔鬼呢，每年来，每一遍这个节期，就来咧做工。生理拢爱准备，愈来愈丰盛，来鬼就愈来愈济。但是信耶稣的人毋免拜，慢免惊，慢免惊魔神来甲咱惹麻烦呢。所以差别就差足济啊。咱信了耶稣，就当伫头放魔鬼呢，也知影讲伊免来就是来也无啥物件好食。其实咱知影啦，魔鬼伊嘛免食啦，伊是只不过安尼，互你知影讲，伊有来甲你说安尼啦。这毋是讲咱比别人更较勇敢，毋惊魔鬼。这是因为主耶稣呢，正做咱的瓦靠，主耶稣已经投放了阮咯，这就是福音的好处。所以信耶稣会当讲真好呢。本会后一位长老啦，伊就讲有一遍伊伫路伫咧行，拄着光棺柴来，边有一个无信主的老大人，看到讲有人光棺柴来，伊就赶紧走，走到险跋倒去。这位教会长老就问伊，这位老大人讲：你为啥爱走呢？伊讲：你无看迄光棺柴来呢？教会长老就甲讲迄有啥物好惊的啦？迄是空棺柴呢，如果无装死人，你惊啥物呢？迄老大人讲：哎哟！你拢毋惊迄个空的棺材才是厉害呢。若是讲互迄个空棺材冲犯着迄较是严重啦。拄好入去的人有可能就是你咧。讲出了，迄老大人就边挽一寡草对着家己的喙伫咧踢。这个教会长老就问伊讲：你咧创啥？伊就回来讲：咱是食草的若安尼伊才袂来找咱意思就讲咱是食草，咱是清生，敢像牛共款，所以毋是人，所以鬼就袂来找咱。若要找你找迄无食草的人就好共款是徛伫遐，教会长老无信这套，伊讲啦，我毋是食草的，我是规年拢是食饭的，是人，毋是精神。但是我因为信耶稣，所以毋惊啦。所以迄老大人是真惊呢，因为伊还是一个魔鬼的掌握当中，所以伊无自由。先来听到朋友，咱假使来相信耶稣，就当来脱离魔鬼的权下。咱就免搁再惊吓这个代志，所以就是讲拜鬼神就犯鬼冲，服侍天顶的真神，才有真正的平安，袂犯冲啦。因为主耶稣要赐予咱真正的平安，真正的自由。第四项信耶稣有啥物好处？就是因为信主得蒙赦罪，这个福音的好处就是罪得了赦免。
咱要安怎会当来得到这个神的赦免呢？第4段呢，就2章10咧讲啊，讲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？起来求告耶稣基督的名来受洗，洗去你的罪。有罪人会当讲是上痛苦，罪结局就是死呢。咱信耶稣了后受洗，可以蒙神赦免咱的罪，这就是福音的好处。主耶稣已经为咱的罪死了，咱只要求告了主耶稣的名，主耶稣要洗去咱的罪。所以咱伫教会内面受洗的人，不但罪得到赦免，因的身体也会当得到平安，因的生活也会当得到自由。伫咱教会内面受洗了后，病得到医治，而且得到平安，而这个见证也真侪。咱伫节目当中也听伫咧讲，也伫咧见证。伫咱家己教会曾经有一姊妹起笑，爱笑甲足厉害。后来因全家拢来信耶稣，来拄高上决定要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洗礼。这位起笑太太已经笑足久啊，等于接受了这个洗礼了，洗礼起来，魔鬼就接着这位太太的嘴讲啦，讲我无厝好住啦。伊连续讲了一句话2遍，伊就好了，无再起笑了。为什么魔鬼讲我无厝好住？因为洗礼呢是为了赦罪，一个人一做蒙神赦免了后，就会当脱离魔鬼的掌控，得属神的啊，就是归入耶稣基督内面。伊的心也已经属于主耶稣的国度，是属神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真实的。所以魔鬼呢是无权利搁再进入内底。因为安尼，魔鬼才安尼讲啦，讲我无厝好住咯。咱搁再讲到信耶稣的好处这第5项，将来当得到天国的基业。信耶稣的人将来当去到迄个永远的所在，会当去遐得到美好的安息，足好诶，好哩无比诶。以前咱南门教会有一位年长的姊妹，伊要登去迄一暝，就是讲要离开世界迄一暝，真正往生，毋是个安尼往西往去是往乐园、往主耶稣遐去。伊还阁甲伊的子孙有讲有笑的时阵，因也做伙食饭，做伙祈祷，大家拢去困啊。伊家己才去洗身躯，伊个头毛洗好，洗甲足清气的，嘛换这个清气的衫，等到房间内面，甲头毛洗甲真整齐，佮家己换衫换这个白衫，又穿上这个白袜啊，甲白鞋，然后呢，家己倒伫面床顶，将棉被盖好，又佮将家己的2支骹甲伸好直，也将家己的双手甲摆好，就安尼呢，就转去啊。所以咱感觉讲，确实影真奇妙。有当时咱感觉讲，哇，那遮趣味。一个老大人要转去，佮家己的洗身躯，佮家己穿衫，佮家己将棉被盖嘛好，佮家己将骹伸好直，佮将双手甲摆好。第二天透早天光了后，伊的孙去到伊的房间，甲伊讲：阿嬷食饭咯。但是伊拢无回应。孙上车来看，看着讲阿嬷那穿鞋，穿好好伫咧困。因叫袂醒阿嬷，所以因就去甲爸母讲。后来伊爸母来了后，才知影讲阿嬷已经互主耶稣调去啊。咱将来咱也要离开这个世间，咱要倒转去，假使会当亲像这个老太太安尼，安在偌好咧。圣经就是讲，古圣徒雅各呢，将骹甲收好，收伫面床顶弃绝，离开世间。咱实在想袂通啦，伊是安那将家己的骹收倒来。现在咱也知影讲，一个人要死的时阵呢，会当安尼收家己的骹，这是真平安的死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这位老姊妹会这样平安来离开这个世间？这一定是主耶稣已经启示伊，今日暗时伊要离世，所以伊家己准备好，家己打扮好，敢像新娘准备要出嫁共款，准备好了，也打扮好了，等待着新郎来接伊倒转去。所以咱信耶稣就是有这样侪好处，这是人生呢最后一步的好处。曾经也听过教会内面就听到安尼讲咱中国人咧讲五福内面，伊搁再加上一个福，迄第6福就是啥？好死，好死是真正福气。一个人心内假使无愿望无平安，就袂当好死。咱教会内面的人因为得到福气、受洗，而且做得了赦免，又得到圣灵做基业、做凭据，有救主耶稣做倚靠，有天国愿望，咱的心灵呢就平安。咱心内有平安，就当安然离开世间，这就是安然见主。这就是福音上大上好的好处啦。所以希望咱听众朋友呢，咱有当甲阮做伙来得到福音的好处。这福音的好处呢，就是因为相信耶稣得到主耶稣恩典，互咱的心灵目睭直开，互咱会当对黑暗中来归向光明，
对魔鬼撒旦的权下来归向的真神，来接受洗礼蒙神的保护，洗去咱的罪，又得到圣灵做天国的凭据，将来呢会当登去天家来享受永远福气。这就是信耶稣的好处啦，这也是信耶稣可以得到的足大恩典。我也已经得到啊，我也希望咱大家呢，能当甲阮来同得这个福音的好处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以前你只根据着圣经来讲解，希望咱大家吼，能当做伙来同得这个福音的好处。以前今日伫活命的粮食这单元内底呢，就甲咱谈论到这。你若是愿意接受耶稣，成做你的神，成做你的主，请你只要带着一个诚恳谦卑的心，你唔免诈钱啦，因为信耶稣唔免钱，唔免讲诈成你，什么买香创啥都唔免。你到各所在，真耶稣教会，你家入去，进一步去甲查考，勇敢去查考，祈祷去祈求去体验，互耶稣基督成做你活命中的救主。这头讲是对着人生当中啊上大福气甲益处咯。你若是真正入福音，体验着这个福音，你的心灵就永远袂摇过，你的心灵呢也永远袂脆干。感谢你的收听。